Dicky 開嘅課程專門教人編寫程式，為咗令到課程更加貼近企業嘅需要，佢每3個月就會重新審視課程嘅內容。呢日佢就睇招聘廣告，了解最新嘅市場需求，睇下求職者需要咩技能先揾到工。好似元宇宙咁，可能10年之後有用嘅，咁可能10年之後嘅事係啦，係因為你讀係4個月之後或者6個月之後就出嚟啦嘛。咁所以 that's why 我哋就會做一啲咁嘅 research，就係去分析就係可能每一個新嘅技術其實有幾多人用咧？我哋想幫學員提高競爭力。總之呢個 market 有啲咩新嘢，我哋覺得有用，我哋見到僱主即刻要嘅，我就加落去。佢曾經考慮過申請課程納入資歷架構，但係佢留意到申請嘅過程可能要成2年。而且要求課程內容不變，佢覺得對資訊科技呢行嚟講唔太可行。你都會想可能有3至4成甚至一半嘅課程咧，你係跟住個 market 走嘅。如果話如果申請資歷架構佢 expect 可能你大部分不變的話咧，咁就變一咗咧，就係會可能就係話，因為嗰個課程係講到明，即係嗰個要求咧講到明，如果你有課程重大更新的話咧，就要通知佢啊嘛，或者要重新改過啊嘛。除非我就係教不變嗰50%。但係嗰邊教唔變嗰50%咧，就變咗幫唔到啲學生提高競爭力啊！